今日同大家咧去講解一下咧喺電話號碼數字入面嘅組合啊，喺唔同嘅位置咧有唔同咧嘅五行啦，同埋有唔同咧嗰個雙生定係雙克咧，都已經咧係對咧呢個用戶咧就有好大嘅影響。如果咧你好想咧為自己咧設計一個電話號碼咧，擁有呢啲咧咁多人去崇拜你，亦都可以將你嘅才華去發揮嘅話咧，呢個電話號碼數字組合咧對於你就非常之重要啦。有好多咧叻嘅人啦，或者有智慧嘅人啦，識得懂得嚟欣賞你，去發掘你本身擁有嘅才華咯。我哋咧今日 Ken Sir 就為大家咧去講解咧，就係個電話號碼嘅最尾係一個四字，尾二係一個一字啊，14準法科明啊，想唔想啊？記得睇晒呢一個短片啦。過往咧，我拍咗咧就過千影片咧，就講入到點樣運用咧呢個數字能量咧，幫大家去提升運氣，因為能量越大就運氣越好，所以記得訂閱咗睇翻我之前咧所有講解過嘅影片啦。電話號碼最尾係一個四字，尾係個一字，四呢個數目字五行就屬木嘅，電話號碼數字一咧呢個五行咧就屬水嘅，就水就生木，即係尾二嗰個五行。就生住最尾嗰個位置，可能你會問 Ken Sir 點解你講嘢咁得意嘅啊？點解成日都要講尾一尾二啊？因為點解啊？世界各地嘅電話都可以啱用 Ken Sir 呢一套嘅計法嘅話咧，就一定係要由尾數上，因為點解咧？啊，香港電話號碼有8個位置，澳門、新加坡都係8個位置，而咧泰國啊、馬來西亞、東南亞好多地方咧就用呢個9個數目字啊。美國、加拿大就用7個數目字，國內咧就用呢個11個數目字，所以由尾數上咧就好精確話俾到大家知咧，就係數字喺唔同嘅位置有唔同嘅影響，唔同嘅位置有唔同咧嘅人物啊、事情嘅代表，唔同嘅數字能量同咧你嘅叫做位置有唔同嘅效應咧係會產生，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做講解咧就係呢一個尾位同埋尾二位係一個4同埋1嘅分別啦。尾位係一個4嘅話，尾二位係一個1嘅話咧，一個水就會生住木，而咧好得意嘅電話號碼咧就係咧，如果生入嚟嘅話咧，即係咧外界嘅事情咧就走入嚟咧就去朝拜你，去維護你或者去生旺你，所以咧呢一個咧，如果你係尾二位係個1字嘅話咧，1係代表咗智慧，4係代表咗呢一個屬木。亦都代表咗咧，就係呢個芙蓉風雅，亦都代表咗一個人嘅佢天生擁有嗰份才華，或者佢特別係強項叻嘅地方，亦都代表咗咧佢嘅人生咧對咧好多事情嗰種反應嘅品味啊，一種感覺啊，或者嗰種觸覺性嘅特質。因為咧4呢個數字都代表咗風，我哋只可以係感覺到佢，但係咧我哋係留唔住、捉唔住佢噶嘛。所以咧一個人有幾多個才華入面咧，有幾多嘅發揮。點樣可以咧就通透到咧，或者點樣可以發揮到咧？一定咧要離唔開咧，就係有冇一啲智慧去山望住佢咧，令到可以發揮咯。所以咧，如果你尾位，如果你嘅尾位係個4字，尾二位係個1字嘅話咧，就擁有咧一啲特質。好多事情咧就會咧有好多咧叻嘅人啊，或者有智慧嘅人啊，識得懂得嚟欣賞你，去發掘你本身擁有嘅才華咯。第二樣嘢咧就係咧，你會發覺到咧外在嘅環境啊，你身邊嘅朋友咧都會願意跟隨住你去走。你有啲乜嘢嘅才華吸引到佢嘅話咧，佢哋咧就好醒目地咧就跟隨你身上咧去學你嘅才華，或者去模仿你嘅特質咯。所以咧，你好容易咧就做到一個角色咧，就係扮演到一個領導嘅角色咧。好多人咧都馬首是瞻，因為你擁有一啲才華咧係別人冇咯。同埋咧好得意㗎，你本身咧亦都係一個咧好強於咧就係點樣運用身邊嘅所有嘅人啊、事啊、物啊，所有資源啊、人物啊都可以俾你去發揮到咯。最重要嘅地方咧就係你個電話千祈唔好溝有23570，或者個總數咧同你嘅命格不配合。如果不配合嘅話，就會將咧呢啲你嘅優勢咧就會打咗折扣，甚至會反行其道咯。明白嗎？所以點解 Ken Sir 成日都講23570咧，一個都嫌多。而咧有一個好強項嘅特質咧，你問下你自己，如果你個電話咧最尾係個4字，尾係個1字嘅話咧，你有冇咧發覺到自己咧就好仔中意咧欣賞自己咧擁有邊一方面嘅才華啦，擁有邊一方面嘅能力啦，或者咧你好多時咧對自己啊、對自己嘅形象啊、對自己咧喺唔同嘅場合着唔同嘅衣服、唔同嘅打扮，攞唔同嘅包包或者揸唔同嘅車。
或者你條呔點去襯你套西裝，或者你點樣 casual smart 啦，你會發覺到你好鬼中意咧就欣賞自己嘅，你可以算係一種自我陶醉，但係咧亦都係一種愛自己嘅表現，因為你對自己有啲乜嘢嘅衣着外表，亦都代表咗咧你嘅對事情嗰隻反應嘅芙蓉風雅。所以咧，你係一個好有品味嘅人，亦都有獨特你自己嘅見解。但係你要預咗一樣嘢喎，別人未必會認同喎。你真係會有機會咧，就係真係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呢啲咁感覺㗎。不過唔緊要啊，逢係最尾係個4字，尾二係個1字嘅朋友，你都係啦，還他話知佢嗰種感覺啊，係咪咁樣啊？同 Ken Sir 分享翻啦。你好強嘅優勢啊，最尾係個4字，尾二係個1字咧，你會俾人咧同你相處一種感覺咧，就係咧好鬼舒服嘅。你係咧唔會俾任何嘅壓力人，因為點解咧？基本上係人哋都自動走嚟咧穿就你，佢唔夠膽俾壓力你，因為佢要借用你嘅才華，或者借用你有唔同咧嘅資源咧，去幫佢達成一啲目的或者目標，或者暗地佢有唔同咧，想喺你身上面咧攞到啦一啲咧可以扶持到佢咧，幫佢發生一啲事情咧，達到佢要嘅效果咯。所以變相咗咧，就好多人咧都走嚟咧追隨你嘅，尾係4，尾二係1嘅朋友，再加埋咧你本身咧，亦都係一個好強於去搶眼球啊，未必一定要着到咧鬼5馬6好 outstanding 嘅，但係咧你好多時咧一舉手一投足咧，都會令到吸引到人哋咧，就會咧目不暫者，好注意咧喺你身上，所以咧14呢一個咧係好容易去出名，好多人係好快脆咧就認知你係邊一個人咯。你個電話號碼係咪呢個4字尾？而家尾二係個1字咧，加埋咧你本身亦都好強於咧為自己去鋪路，點樣去達成一啲效果，達成一啲目標啊？點樣令到一啲身邊嘅人咧透過你嘅説話或者你嘅佈局咧，點樣咧起承轉合地咧，令到佢咧就歸順你或者依附你、跟隨你嘅道路、跟隨你嘅真理而去行咧？呢啲係呢個最尾係個4字，尾二係個1字嘅朋友嘅強項嚟㗎。如果咧你好想咧為自己咧設計一個電話號碼咧，擁有呢啲咧咁多人去崇拜你，亦都可以將你嘅才華去發揮嘅話咧，呢個電話號碼數字組合咧，對於你就非常之重要啦。假如大家對電話號碼有啲乜嘢嘅問題或者唔清晰想了解更加多，或者甚至想學習Ken Sir 呢一套咧點樣幫人設計電話號碼嘅話咧，片尾咧有 Ken Sir 嘅聯絡方法，或者你直接啲想 Ken Sir 為你設計嘅，都透過片尾有 Ken Sir 為你做呢一個收費服務啦，可以嗎？今集講到呢度，下個 video 再同大家講其他嘅資訊啦，拜拜。